大家好，我叫陈子怡。我平常时的兴趣是看电视剧，尤其是看台湾的戏，是我上喜欢的代志。伊迄都阿公阿嬷带的，拢是买啊，甲因老母，因老母因咧福州啊人吼，拢讲故事的。我自细汉是住伫阿公阿嬷因兜，所以拢对因讲台语，是要读幼稚园时阵甲学国语的。我是阿公阿嬷带我大汉的，4岁进前拢是甲阿公阿嬷大。因甲我讲话的时阵，拢会讲台语，所以自然就会晓讲台语啊。袂敢去啊！即个学迄太久啊，你遮细汉啦，你真甲几个个会晓嗨，你遮细汉，有人是啊袂记遐侪啊啦。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到我读书的时阵，我逐工的暗时8点，拢一定会看，不管是明视还是三立台湾台8点档，我一定会看。我感觉看8点档，因为你咧听人咧讲话，亲像人咧甲你讲话共款。嘛是一个机会，当互你定定听人安怎讲台语，然后家己嘛有即个机会，当认识因拢是安怎讲的。迄当阵嘛是食饭饱了后，甲厝内底的人做伙看8点档，嘛是一个机会，当甲厝内底的人讲话啊，培养大家感情。然后我也昨天宿醉，现在你是唔改呢？牛看到北京嘛是牛，我真正对你两个小失望啊！有一摆就甲同学讨论讲，你嘛有看8点档？我嘛有看8点档诶。迄当阵我想讲，即个看电视只是一件普通的代志，无想到咱大家拢有看诶。所以就变成有一个话题，大家会当互相讨论讲，昨是演啥？讨论到，阮敢若会当来表演一个，因为阮感觉，伊拢演的拢共款，就是甲谁的股份抢去啊，谁讲甲谁做伙啊，谁讲谁怎离婚啊，即款的剧情，阮就照伊的内底是咧演啥物款的剧情，家己写，家己想讲，这段阮感觉袂歹，就是够洒狗血。第一集就 W 尔，就安尼8集就无啊。因为我迄上重要的部分，我甲伊保留伫迄个影片内底，就是一定要扇喙皮，迄扇喙皮一定要有够大声。今仔日你找我出来啥物代志？因为我想要甲你分手。为啥物？因为我伫外口有排查某啊。你为啥物安尼对待我？我刚才就是你了后，我的目睭渐渐要恢复健康，但你头壳有偌济空，我看了清清楚楚。你好啊，我啊你，小查某啊，来，走。顺手带你去坐在阮爸甲一寡当水当帮好去的水啊。当然好啊，等下我去百货公司替你买一套水衫。你啥时阵要喊你来怀疑老查某离婚？我已经互离婚协议书互伊签啊。因为我甲同学有咧拍台语的小剧场，迄当阵有一寡同学就推荐我去参加迄台语的演讲比赛，因为伊讲，我定定咧看台语的片，因感觉我会当把握即摆机会去参加即摆的台语演讲比赛。我有问阿公阿嬷要安怎讲较好，因有推荐我内底会当加一寡俗语伫内底，亲像一枝草一点露，阁有不只是定定咧徛伫遐，有加一寡动作，互人会当敢亲像咧看我咧讲故事安尼，安尼就会原本较严肃的演讲比赛变搁较趣味。如果一枝草一点露。天公疼憨人，定定徛了后，除了路会变啊较熟。迄摆的演讲比赛，互我甲阿公阿嬷有搁较侪机会会当开讲，会当互因了解我最近在做啥物代志，我为啥物要讲即摆的题目，得到即个成绩互伊看，
嘛是感谢因的付出。你甲迄个生个成啊，迄支也无成啊，即支啊，你看甲下骹支，支甲下骹支。伫我国小的时阵，阮就会开始去阮看过的戏的所在。总共我感觉应该超过15个还是20个吧。规个台湾咱有翕过的戏的所在，咱敢若拢有去呢。我会记迄句话。就是无一个爸母会开20年去培养一个少年团啊。哦，敢若是呢。对啊，遮就是咧讲迄句话啊。对啊。一方面嘛是伫咧放假的时阵，阮兜就足喜欢去佚佗的。啊，因为阮足喜欢去看迄台湾的戏，所以阮就会伫网络顶头找看觅讲，阮即摆咧看的倒一出戏，啊，因伫咧倒一个所在有翕。阮拜六礼拜的时阵就会开车去迄个所在，啊，就看讲，这敢若即个人是伫遮演的，安尼。就是你在楼下，那在楼下吗？对不对？对对对，在那个楼下。对无？就是遮。有无迄个厝有即个所在，完全共款。来，你起来遮，我陪你去。我感觉台湾的电视嘛是陪伴我大汉的一个朋友，因为我自细汉就看伊的故事甲大汉，啊，更较了解阮台湾发生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希望台湾的戏，莫敢若戏爱情的戏吧。我感觉即马现代人发生有足侪是咱社会上顶头无看到的真人真事咧发生的代志。我感觉阮台湾的戏会当甲即方面翕出来，互大家看，讲即个所在佫有真侪需要阮帮助的人，嘛是有一个机会会当互伫咧台湾的人看到阮台湾的戏是足有价值的，嘛阮台湾戏嘛袂输外国片。你丽华，真久无看。听讲你最近伫电视公司上班，待遇敢若袂歹呢。我只是伫一个小小的公司上班尔，哪有参详你即款集团的千金大小姐？你阿某嘛真好笑呢，一定要看清楚家己的身份，嘛袂想看卖，啥才是客老爸、客老母啊？你即句是啥物意思？若毋是你伫遐对阿玲高高甜，也准讲我愿意甲你即个查某坐坐才讲话，你有讲是啥物意思？敢讲你到即摆搁咧怀疑我？对，我就是即个意思。若毋是你私底下偷偷看着我阿玲，你若想讲我毋知影咧创啥？至于大小姐，请你摸清楚，我已经甲伊离婚啊，你搁掠准讲我会睬伊迄款本事？你应该好好反省你家己，莫讲我无甲你警告。莫到时阵公司人规我抛弃，拢毋知咧。我话就讲到遮啦。即杯咖啡是当做我请你，咱查甫人哦爱较巧咧，才袂浪费。